这儿这么长时间，您不认识他？就是咱邻居，就住这楼上。他就楼上跑我这儿来干什么呀？朋友串门啊。串门还管早餐啊？来的早了点儿，就赶上了吃早点。那晚上来还得管晚饭呗？赶上了，都是朋友，那也得请人吃。你跟他啥关系啊？朋友关系。什么朋友？普通朋友。不是，您赶上了，您也尝尝，您也尝尝这包子。那哎，您没说呢，你怎么回事？怎么回来啦？忘了。哼。谁的钱？不是您的吗？你不瞪眼说瞎话吗？啊！我穿42的，这一看他妈就48的，这怎么能是我的呢？就是他，哎呦，跟您说实话吧，小薇没房子住了，我就说就让她住您那屋了。你不说他住楼上吗？楼上那个不是他的房子，他是给人看房子的。那房主出事儿了，封条都封上了。不信您上去看看去。我觉得他真的挺可怜的，咱们家又有房子住，我就让他住了。你俩住一块儿了？说什么呢？有您这么说您女儿的吗？您想想，我怎么可能跟她住一块儿？她住您这屋，我住小米那屋，您不信去看看去？我们就是朋友，我看她可怜，你看那么大高个的出去找房子又不容易，我又不能让她露宿街头，我就说就住您这儿，您不是又不在这儿住吗？真没想到您这么说您女儿。高压60，低压40，马上注射第3笔送20毫克。要不要做一下血液检查？没时间了。血凝不住啊。注射低分子右旋糖苷，加大抗生素。是。血压怎么样？血压还是上去了。红血球、血小板、血清蛋白同时注射。是。明明啊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家呢。啊，那你出来一下，我找你有点事儿。我出去干嘛呀？我爸在家呢。哎呀，我知道你爸在家，你妈也不在，我就进去了。不，你有什么事儿啊？赶紧出来，我等你啊。行，那你在那等着我吧。哎，好。呀，非得出来说呀？明明，你说你爸怎么在外头好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我也纳闷呢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怎么突然就回来了。这事儿我跟你说，我得找小亮算账。你说他一回来，是不是我就不能回这儿来住了？你觉着呢？就他这脾气，你觉得你有可能吗？回来住？那行，那什么你就。把我那衣服鞋你都给我拿了。哎呦喂，他现在真跟气头上呢，啊！你说你也是，你说你把你的衣服啊鞋你到处乱摆，到处乱放，我现在进去收拾去，我办不到。不是，那我寻思就我住那屋就我房间吗？什么呀？就你房间？那你说我怎么办？我上哪儿住去啊？不是。小薇，你30好几的人了，你就我这么一个朋友啊？啊？哎，你就不能到其他朋友那儿你住2天？
用一个就够了，我认这些没有用。现在我爸回来了，我这朋友也没有用。请进。雷总您好。哦，我前些天来过，当时您在忙。不用再说你看过我书什么的，直接说你现在想说的。我是想问问，雷总，您的新闻社还需要人吗？那要看是什么样的人。比如说，我是新闻专业，2006年毕业于。你在哪儿上的大学不重要，对我们来说，你拍出什么样的片子很重要，比在哪儿上学要重要。我毕业以后就一直在娱乐周刊工作，好像还真没拍过什么新闻类照片。那好吧，等你有了像样的作品再说吧。再见。丁玲，丁玲，干嘛？你还记不记着咱们俩上大4的时候有一次实习，我拍的那组照片？人才市场，大学生当家教那组。对对对，你觉得我拍怎么样？你问我这个干嘛呀？问问，你觉得我拍的怎么样啊？挺好的，因为当时有2张照片我印象特深，就有俩女生举着那家教的牌子，站在那儿大太阳底下，哎呦，那额头上的汗珠啊，眼里边那期盼的眼神，我现在都记忆犹新呢。是吧？是吧？行，没事了，你回去吧。不是什么就没事了呀？你问我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啊？考考你啊，看看咱俩的友谊够不够深厚。无聊。整这些破玩意儿，你说谁买呀？你说，哎，他不卖给我了吗？怎么又摆在这儿了？干嘛呢？这2个洗脚盆你不是卖给我了吗？我的钱都给你了，你还摆在这儿干什么呀你？这不是你那2个，这是我的库存，我那还20多个呢。 20多个啊？你有20个爹吗？谁买？哎呀，你甭管了，我这肯定能卖出去。那我那俩呢？那啊，在屋呢，你去看看去。哎，中午吃不吃饭呢？不吃。冬梅，哎，
看看那是什么，好玩吗？哎，这个挺好玩的。打开。哎，琪琪，你看有这。哎呀，嚷嚷什么呀，这孩子，这孩子真是的，没规没矩的。呀，这什么呀？嘿，真好玩嘿！吓死我了！干什么呀你？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干什么老欺负人呢你？不就是个明星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得对人有起码的尊重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太不像话了吧你！欺负人太甚了吧你！我这么长时间我真受够你了！我告诉你，我不是受你气来的。我跟你说，你收敛点吧你，要不然我随时辞职。起来！不是你怎么那么不识？我逗你玩呢，姐怎么了？我不是你赶紧哄哄去，快来哄哄。不是这有那么吓人吗？这多逗啊！这个啊，三香，你看这么着成不成哈？你呢订5箱，我送你1箱，怎么样？成，好，哎，那可一定得现金啊！行嘞，好，你告诉我送哪儿？啊，啊，哎，好嘞，嗯。爸呢？啊？爸呢？爸呢？自从小米家回来以后，早出晚归，不知道去哪儿。我问他，他不告诉我；我问多了，他还就生气，发火。别打了，手机没带。不是姐，你看不是我说你，你怎么回事啊你呀？啊？你说你一天到晚你这都瞎忙活些什么呀？咱爸现在心情不好，你也不哄哄他，你就让爸一个人出去了，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办？你应该陪着我爸呀。少刺瞪我！咱爸心情不好，因为什么呀？还不是因为你？别瞪眼睛！你说咱爸这么大岁数了，还得看人家眼色行事啊？你可倒好，你倒自己跟没事人似的。我怎么跟没事人似的？那你就不能抽时间陪陪爸呀？那你呢？你怎么不说搬回来住啊？哎，是不是爸来电话了？不是。喂？啊，有的是。你订多少？1箱啊，太少了。你怎么着你也得订3箱啊！啊。哎，你这么着，你买3箱，我送你1箱，怎么样？老公，给我倒杯水。给我倒杯水。你自己不会去啊？你怎么什么事儿都使唤我呢？我又不是你妈。你吃花生药了？跟我说话那么凶？我哪敢对你凶啊？那你给我倒杯水。我不去。你去不去？不去。你不去是不是？要喝自个儿去倒。你不去是吧？我不去。你不去是吧？不去。我不喝了，我渴死。嘿，我说你也太懒了吧！宁可渴死也不去。行，不就倒杯水吗？水我可以倒。别以为我怕你。明明，
你说这好几天也送不了一回货，我在这待着这不习惯呐。你看你还能有啥事没有？你让我给你干啊？还有什么活啊？你能干什么呀？哎，你原来那老板都让你干嘛了？他是让我弄点技术活。技术？什么技术？就什么呢？就是别人欠的钱，法院也不愿意管，然后我们就给他用技术给他要回来。你给人要债？啊？你要得回来吗？哎呀，你把那妈给我去了，我们那十好几个呢，我要了钱，我就这个要凭什么老板把那房子给我白住啊？你真能要债？啊？你等着啊！干什么？你看见没有啊？我做生意这么多年，欠我钱的人我都记在本上了，看没？这5年前的，啊，这儿3年前的，1年前，全在这儿了，看没？哦，不是，你就是三角圈的什么意思？就三角的，就是在北京的，圆圈的，就是在东北的，什么都不是的，就是找不着人的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让我帮你要账呗？对呀，哎，你看咱这么着，咱可着近着来。啊，就是先可三角来，就不管圆圈的事儿。对对。那行，你交给我吧，你甭管了，好吧？你能要账，你怎么咋不跟我说呀？你也没问过我呀。哎，先喝口水。行，咱就开始哈。好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，请核对后再拨。你这情报不准呢？咋了？空号。你下一个。喂，是于总吗？哈哈哈！我呀，小薇，就是欠钱那个。啊，想起来了，哈哈！明天呢，我正好有时间，我给你送过去啊。你说一下明天你在哪儿？在家。好，你把家里地址说一下，明天我过去。好啊，明天不见不散啊。谁欠谁钱呢？这就是技术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说，找他要钱，他能见我吗？我说给他送钱，他不就见我了吗？啊！以后我工作的时候，你这种工作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捣乱啊！来下一个。谁呀？吴呀，老吴。吴老师，您什么事儿？您说吧。你把门开开呀，我有一点小事情。哎呀，有什么事儿您就外面说吧。哎呀，外边不好讲的，还是开个门，我到里边去吧，让别人听到不好啊。哎呀，我正有事儿呢。哦，不要紧，干事发生了，我来帮忙的。我这正准备洗澡呢。那怕什么？你也啊，准备洗澡啊？哦，这个忙帮不了了。那等一下我再来吧。啊。哎呀，您别来了，我洗完澡出门。哦，又要出门啊？对。是那么喜欢出门呢？我告诉你。好。那我走了啊。有毛病。事实要清楚才行。知道。
这以后一定要严谨啊，各方面都要注意，特别他这种情况啊，你像我们上个月啊，这就是新来的助理。李律师，你好，我叫桑尼。哦，你好，小桑哈。这是我的英文名字。哦，你是用英文名的哈。那行，到办公室来吧。嗯，行，那你去吧。嗯。小薇呀，我爸不在。啊？你要来找我？来吧，在门口。快进来，真不在。说，你找我啥事儿？嗯？来，过来说，过来说，请坐，请坐。快说吧，到底啥事儿啊？你也做呀？我觉得汇报工作的时候吧，就是站着跟你说这比较正规。是闹的你，那你快着。好，就什么呢？就是你不是跟我说有几个跟你欠债的吗？然后我去找他们要债吗？啊，在我多方寻找下，我找了一个欠2000块钱的，然后我就跟他说了呀，是不是啊？我就跟他讲法律条款呀，我说你这欠钱，你这都不行啊，对不对？你说重点成吗？是，好，就是在我强大的威慑下呢，就是他还了一部分钱，1000？不是200啊，是少了点哈。不少，苍蝇也是肉嘛，只要要回来就行。哎呀，明白你说你这真的，我就愿意跟你这样领导在一起工作呀，就是你把我累死我都愿意啊。你点钱全在这儿。这是咱们一个良好的开始。今天咱要回来10%，明天就是50%，后天就是100%，对吧？这绝对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呢，是吧？好，为了我们良好的开端，来，我们简单拥抱一下。你说什么？简单拥抱一下。明明我跟你说啊，就是从我懂事以后，就除了我妈，我真是没抱过别的女人呢。那磨叽啊？不抱算了。哎，不磨叽，那什么，尊重你意见，可以抱。哎呀，行了。哎不。哎呀，行了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你听我说，不是这样的，老同志，你听我，不是这样的，哎呀，快走，爸，你听我解释行吗？拦住他！哎呀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拦住他！行吗，爸？你快走啊你！拦着他，快走！你怎么回事啊，老同志？啊？你怎么就不问清楚，你就开始跟人动手啊？我真没想到啊，你能干这伤风败俗的事儿啊你！我干什么了？你女儿我干什么了？你就这么骂我？我是不是你亲女儿啊？我都亲眼看见你俩在这拥抱，我还骂你。抱一起怎么了？啊，人家把钱给我要回来了，然后我们庆祝一下，我们抱了一下，怎么就不行啊？人国家元首，人外国元首，人见面人还拥抱一下呢。那你是中国人呐？中国人怎么了？中国人就不能拥抱了？现在电视什么都拥抱。您说您什么身板啊？您就跟他打，他那么高的个儿，他要是真打，您是他的个儿吗？您说您待会儿您要把腰您给闪了，把腿都给弄瘸了，谁照顾您呢？不得我呀？背您去医院，我可没那么大劲儿。到最后我还得找人小薇。你到底跟他啥关系啊？到目前为止就是一个简单拥抱的关系。你看你表现了，你要表现不好，你就不定啥关系了。你好好反省吧。姐，这
这么大早上起来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不上班？听说你怎么着处对象了？谁说的呀？这玩笑开的一点不好笑啊！我可没跟你开玩笑啊。那咱爸跟我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说你找了一特不靠谱的男朋友。咱爸说的话你能信吗？再说了，他知道什么叫处对象啊？姐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要处对象，你必须得告诉我，我帮你把把。那现在骗子挺多的，你别回头让人给骗了。你还不信我的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没处对象，啊！再说了，骗我的骗子还没生出来呢。哎，说真的，要处对象真得告诉我啊。嗯。现在咱爸说话吧，也不知道哪句话真哪句话假。你谁呀？手放下！你这是我弟，你把手放下。不是姐，他谁呀？那就楼上一邻居。哎呀，弟弟啊！哎呀！放！我叫小薇，不是那个小薇呀，唱歌那个？不是，就是我这小薇啊，是骑马就威风凛凛那位。哎呀，真好！哎呀，真好！不，你有事没事啊？说今儿一块吃个饭呗？你有事没事？啊？有事没事？没事。拜拜。没事。拜拜。别看了，走吧。不，这啊？这是不是就是咱爸说你处那对象？是不是咱爸说那人？是咱爸说那人，但我保证啊，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真的。你算了吧，你还不承认呢？就你们俩刚才那眼神，我一看就知道你们俩肯定是处上了。要他干嘛那么听你话呀？那他要听我话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我跟你说，姐啊，你说你现在这年龄吧，就是说能谈个恋爱，处个合适的对象，自个儿喜欢的，弟弟打心眼里替你高兴，真的。但你得找个正经，你得找个正常的吧？这人看着这不太正常，我觉得。他正常不正常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管，反正我就告诉你，我跟他没处对象。我说完了，信不信随你。这人看着你这么眼熟呢，怪有10来克。什么事儿？非在这儿说呀？啊，女儿啊，爸爸把你叫到这儿来，爸爸就是想问问你，你今天的家长会到底是几点呢？3点啊。爸爸去了，怎么没见到人呢？去晚了呗。没有，爸爸今天下午就没上班，1点钟爸爸就去了，学校根本就没有人。彤彤，你是不是骗爸爸，不想让爸爸参加你的家长会啊？对，我就是不想让你参加我家长会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你还问我呀？啊，你看看你自己的打扮，一天一个颜色的眼镜儿，还有哪有当爹的戴耳环的呀？啊，一天到晚指指点点有意思吗？还有啊，你知道我为什么穿成这样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我就是想跟你区分开。你为什么？不是，爸爸参加你的家长会，那是爸爸的义务，爸爸应该参加女儿的家长会的。行，别说了，我今天不让你参加我的家长会，明天、后天一辈子也不可能让你参加我的家长会，听明白了吗？哎，女儿啊，我是你爸爸呀，我有权利参加你的家长会的。给我站住！姑娘，你几岁啊？不用说，90后吧。你以为你是90后，你就可以胡言乱语啊？你以为你是90后，你就可以装脑残呐？你看看你自己，像个女孩子的样子没有？
你以为你化个烟熏妆你就是大熊猫啊？你以为你梳个蓬个头你就是爆米花啊？穿的跟个调色板似的，回家好好反省反省，有你这么跟老爸说话的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要是你妈，我就大嘴巴抽你。要是个个90后都像你这样，祖国的花朵都凋零了。你以为你是鲜花啊？你要是鲜花，牛都不拉屎了。Understand？ 非逼着我说英文。姐姐，你眼睛真的好大呀，睫毛好长哦，皮肤真白，匀点给我该多好。啊，你是戴美瞳了吧？美瞳？啊，太漂亮了，我就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眼睛，太美了。哎，你刚刚说我这一大堆是说这样不好吗？你说呢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小米是吧？嗯。打中没有啊？哎，明白，就是上回我走之后，你爸说我什么没？没有，说什么呀？都气成那样了，提都不会提。哎呀，明明，我就觉得你爸这老头人特别好，真的跟我特对脾气，我特别喜欢他这些性格。我爸拿棒子打你，跟你对脾气？啊，这有什么呀？我爸小时候打我说比别人很多来着。哎，我采访你一下，你是不是受虐狂啊？不是，什么受虐狂，就是我看咱爸爸，我就想起我爸来了。我爸小时候也是那样，就拿棒撵我打我。哟，那你的童年肯定特别悲惨吧？特别幸福。幸福。特别是我爸拿棒子撵我撵不上的时候，我觉得童年特别幸福，撵不着我。那你确实是个受虐狂。桑尼，他那助理不是小高吗？怎么变成桑尼了？嗨，小高上个月辞职了，桑尼才来1个星期。都来1个星期了，那你怎么没跟我说？哎呀，公司新来一个人挺正常的嘛，我也没往那地儿想啊。你这孩子呀，哎呀，真是的，我少说一句都不行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公司招人，特别是女员工，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向我汇报啊。行，这回我不是清楚了吗？这个桑尼多大了？长什么样？长得一般人儿，年纪跟我差不多，眼睛大大的，声音嗲嗲的。对，你帮我看着点他啊！你要是发现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，你就马上告诉我。好，我如果觉得有不对劲儿的地方，我第一时间向你汇报。来，再喝点水。你说又不让你要债去，你穿这身干啥呀？不是挪这干什么呀？我爸说这个有碍观瞻，然后把这挪了。今天不挪，挪呀，他又得不定说什么。姐，你靠边，我来。我爸回来了，赶紧躲下来。哎，爸，你怎么这么会儿你就回来了？你再多溜会儿去呗，外面多舒服。溜会儿。不，您不是说这个有碍观瞻吗？今天我就准备给他给请走，哈，您都不用管，我一人就行。您就那沙发，您在那儿坐着，甭管啊。我来。你想喝茶吧？我给你沏。你坐那儿，我给你沏。您去厨房干嘛呀？不是，爸，您去厨房干啊？也行。我是怕到时候出来进去的吧，碰着您。您坐这儿。
正好我也有一事儿跟您商量一下。你看，跟您说事儿哈。你看我们买这，坐一说吧。不，你站这挺好。你看我卖这些产品啊，我觉得销路确实不好，我就觉得呢，我应该换一个。您看这个婚姻介绍所怎么样？不是我。东西太多，我一时搬不了。我啥都没看见。来了，哎，今儿天儿不错，你怎么不出去走走啊？啊？老了，走不动了。这话说的，别老宅家里好不好啊？出去走走有好处的。我给你办了好几张健身卡，你一次都没去过。哎，没事健健身去啊！你看你跟我没结婚之前，那体型还挺漂亮的吧？你现在是不是有点发福了吧？哎，我保持那么好身材，给谁看的？给我看啊！哎呦，你现在还看我？那外面那漂亮女孩一大帮一大帮。废话嘛，我看我老婆，她合情合理，我看别人犯法。快去上楼换衣服，等你吃饭呢。好。现在这个杂志啊，全是美女。行，好的，那我给你送货啊。好嘞，金头，咱爸没在家吗？没在，进来吧。哎，下午你去送他货去啊，在玉泉营。明白，好消息。啊，什么好消息？我又给你要回来3000块钱的欠款。真的？啊！哎呀，小薇，我雇你真的雇对了。哎，你要回来哪家的呀？啊，老侯太太呀。老侯太太他们家？不可能，我去了8趟都没要回来。哎呀，那是你这个要债是有技巧的。我问你，我跟你去2回，到他们家，你发现这老太太有什么特点没有？特点？抠门赖账。哎呀，你说，你没发现她养了很多的流浪狗吗？那怎么了？那怎么了？那说明老太太喜欢狗不喜欢猫啊？啊？不是，就是说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个老太太啊，虽然很抠门，但是也是很有爱心的啊。有爱心怎么了？有爱心就还你钱啊？爱心既是优点，那也是缺点的，所以呢，我就利用她这个缺点，我就装瘸。你想想啊，那老太太对那些流浪狗都那么好，何况对一个腿脚不利索的人呢？所以把钱就还了，3000块，快收去。哎，你这玩意儿哪来的？啊，原来出过一次意外，我为了不在同一个地方摔倒第二次好了之后没舍得扔，留作了纪念。这可是个好东西呀！吴教授，这下班了吧？哎，你好。三儿，哎，三儿，你干什么呢？又是你呀！说8个人了，还扭扭捏捏的。怎么样？你爱人怎么样？怀了。真的？我当爹了。哎呦，祝贺你，祝贺你！我代表我们全家把这束鲜花献给您。哎呀，瞧把你乐的，谢谢啊！还有这个，请哎，您不行，不可以，这是不可以的。哎，这给你孩子买奶粉吧，买奶粉。不是，这免了，这个免了。那三儿，你
行，郭教授，哎，那个等我给孩子摆满月酒时候，您一定要到场。哎，一定一定，亲自过来接郭教授。好的好的。这个数学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准备。好，要不然出。哟。 金大夫，你这是在演白眉大侠吗？别提了，人家不都说只要眼皮子一跳，拿纸贴下不就好了吗？我这贴了一上午了，这眼皮子不停的还在这跳。哎，那你这是左眼睛跳还是右眼睛跳？我这2只眼睛都跳啊！哎呦喂，那你这是好事儿坏事儿都得发生呀。 谢谢。冬梅，冬梅，冬梅，这空调怎么还没打呀？啊？